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前海军厅长，今年的6月驶快艇对淡水河偷渡来台湾，检方调查指出讲，伊是对福建出港哦，中捌停伫连江县东引附近的海域，一路是拢真顺利，海巡署嘛无发现，是伫淡水的渡船头去弄到交通船哦，才互发现。伊讲伊来台湾是为着要投奔自由，检方嘛无查出讲伊有其他军事还是讲国安的犯罪，所以今仔以违反《离出国移民法》甲伊起诉。 想回去吗？我会回。你爱台湾吗？爱台湾。为了惊镜头个臭屁屁，伫法警的介护之下，疑心发现，细细5个查甫人，就是今年6月为对华驶快艇，直接进入淡水河，非法偷渡来台湾。这2个月过时间，检方真紧就侦结，依照无经许可入国罪嫌，14将人提起公诉。涉嫌入出国及移民法之未经许可入国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。此外，尚查无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情事。你后悔来台湾吗？不会后悔。涉嫌偷渡被抓，对所作所为，目法绝对无后悔。有关在押，互检方查出。案发前几天，拢伫中国贵州决定偷渡了后，人走去福建，家己一个驶快艇为3渡港出发，驶到连江县东引周边海域。因为风险伤过大，佮留来休困，加工继续行动，成功进入淡水渡船头。 因为下着交通船才停靠上岸，伊表示要逃离中国，也向交通船的船长讲，来台是投奔自由。海巡署已于淡水海巡队及八里地区建置科技辅勤监视系统，辅助提高不明目标辨识功能。就算这案件检方查无牵涉其他军事或者是国安犯罪，毋过第一摆有偷渡去，直接进入淡水河成功，一度无被拿查。海巡伫事发了后，已经强化相关巡防，因为咱的海防小可有闹高或者是放令，恐惊对国安拢是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